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今天是礼拜天，是属于主的日子。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至高的主，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求你生活焚烧我们，如今我们放下世上所爱，双手举双手。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愿你奇妙同在心里，将你心意教导你的儿女，顺从你，跟从你引导，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愿你旨意今日成全，愿你旨意今日成全，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降服你，好保留，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事将要成就。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了你，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必在，每天要知晓。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必在，每天要知晓，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主啊，你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拍掌向你唱新歌。
做新事立身。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是的，天地都将废去，唯有主你永远长存。人的心会改变，只有主你的爱永远不变。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谦卑领受你的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举起你的手来，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
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何等的恩典，我们得蒙你的救赎。你为了爱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以无罪来代替有罪。主啊，你又从死里复活，升天，胜过黑暗的权势。主啊，感谢你，我们靠你就能够大大得胜。主啊，我们要靠主得胜，胜过所有罪恶的捆绑。主啊，成为主荣耀的子民。7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学习你的样式，有公义，有善良，有慈悲和怜悯，能够容神一人。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这样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领受
圣经的神的话。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2章4到8节。腓立比书2章4到8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上，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非常高兴，我们的陈国成牧师，他现在在笃行教会牧会，然后他又受派回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讲道。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他今天要帮我们分享的讯息是爱在基督里，爱在基督里。将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大家主日平安。很高兴又再次回到泸州来到泸州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要出门之前都会有2套剧本第一套下雨该怎么做，第二套如果没有下雨又该怎么做。其实最早受到小会议长杨牧师的邀请，其实他邀请的时候我没有第二句话，我就说OK， 那牧师你安排我就来。那第二个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就地重游，来到之前牧会的教会跟大家能够见面，这个也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我去争取的，而是杨牧师他主动邀请跟安排。因为我的母校是台南神学院，也刚好趁这个机会代表母校回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1999年我献身台南献身的时候，就是读台南神学院。其实那时候的动机有几个，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我想要继续的念书，想要继续的念书。那一个动机呢，就是回应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我的呼召，然后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命定。那时候有2种想法，也就是说剧本要有2套。第一套就是说你感动的时候，你要趁着你年轻就去读神学院，然后献身。第二个是继续工作，等你都有了然后你再献身。那时候在我的生命里面有2套的剧本，那最后呢，我选择了第一套的剧本，就是年轻的时候，趁你年轻的时候将你的生命来献给主。感谢主，今天代表台南神学院回来跟大家请安。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当以你的心为心。主，你有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你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当以你的心为心，在我们待人处事上，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我们都愿以主耶稣基督的心来成为我们的原则跟方向。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一段神学院院长的请安的影片。
亲爱的众牧长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看过台南神学院的历史，从1869年设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很感谢上帝的带领，以及历任的院长，还有老师，还有众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学校的关心、带导跟奉献。台南神学院立案之后，要面对很多公部门的要求，当然也有很多的功课要面对，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要去应验。但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能够顺利走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再次恳求呼吁弟兄姐妹继续关心台南神学院，为神学院带导跟奉献，也特别呼吁大家能够介绍优秀的青年来读神学院，来广传福音。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因为我们一起来关心神学院的教育特别是现在少子化，其实在招生里面也遇到一些的状况特别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预测到几年后的少子化状况，但是呢，我印象中在美国的大学里面都有神学院，有些学校像比较老牌的普林斯顿里面也有神学院，芝加哥大学里面有神学院。那在美国神学院毕业的学历跟文凭是被认证，是被国家认证的，就说你的学历文凭是被认证的。但是呢，台湾的神学院在没有被认证之前就没有立案之前，它是不被认证的。所以我当初1999年念台南神学院的宗教社会工作学系的时候，也是知道这个状况。那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很多，他们要在社会机构服务，他们必须要再去念其他学校的学分，来取得国家的认证，才能够在比较好的社福机构里面才能够进去担任社工。所以当时我很多同学或者是学弟妹学长姐，他们譬如说他们要去长隆大学的社工系里面上这个学分班，或者是在美和科技大学等等，只要大学有社工系的学校，他们就去补那个学分，然后再读个2年3年，才有正式的这个学历才能够正式的在譬如说世界展望会或者是家庭辅助中心CCF 等机构工作。如果没有那个认证那个学历真的是很难在社福机构里面站立这是我当时候的经历但是我4年念完之后，我就继续念道学硕士班，所以我大学硕士班一样国家也是没有承认的。
但是只要上帝承认就好，感谢主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献身。但是现在年轻人，你去报考，不管你是念硕士班或者是道学硕士，这个国家都有认证都有认证就你的学历文凭都是可以被国家任用的。所以说我之前去听美国这样的大学里面有这样子的，我说台湾怎么没有？其实在韩国也有。在韩国，我知道韩国的很多牧师，譬如说他们在延世大学也有神学院，或者是总会的学校、大学里面也有神学院，他们毕业是国家也是可以认证的那你知道韩国的军队它是比照美军的规格，所以他们军队里面、部队里面有军队牧师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有些牧师他们神学院毕业，他们就从军，然后当军牧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跟神学院能够彼此的连结。然后今天代表母校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刚好这个机会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我常常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前一阵子我教会有个长老他分享，他在祷告会分享，因为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他还分享那些他以前那个信仰他所了解的那个信仰，哇，非常多神明都要拜不完，永远拜不完。所以他想到了保罗在希腊遇到那个还没有命名、还不知道怎么取的那一个下一位的神明，他就说台湾人太迷信了。台湾人连李斯科都拜，李斯科是谁？如果你知道了，你就知道，要去当强盗了就要去拜李斯科，这种人也这种强盗也要拜吗？所以台湾是一个多神的一种宗教的观念，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他分享之后，我有一个感动，因为我曾经听一个姐妹她信主，她信主之后就说：“不免搁为着阮大家大官不用为了我公公婆婆去传那个拜拜的东西。”她说拜拜的东西很复杂，拜什么有它的规矩然后你要那个准备三牲还有鲜花什么素果等等之类。你心中越不平安，你拜了就越多。那我们感谢主，在1865年的时候，从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来到了台湾，让我们以1865年成为台湾近年代的宣教的一个纪念。那当时候这些宣教师，他们觉得必须要栽培本地的信徒，当时候只是为了要信徒的培育，所以开办了学道班，然后以至于这些学道班，慢慢这些当时候的台湾人，他读了这些学道班以后，慢慢培育成为在地的传道人。其实当时候台南神学院有一个目标，神学院设立了之后，他还要设立理学院，还要设立工学院，还要设立医学院，成为一个综合型的大学。其实他们有这个样的一个目标跟理想，就像外国的学校里面、大学里面有一个学院叫做神学院。那这是早期他们受西方的教育，他们本来想要将西方那一套的教育的理念来根植在台湾，但是最后是没有完全的成功。但是呢，我读书的时代我念书的时候有教会音乐系，有教会宗教与社会工作系，然后还有教会教育系，就是说现在就是以前的幼教系。然后还有神学系，就是这样子4个系组成一个神学院，那都是小班制，很好台湾神学院也如此神学院台湾神学院以前也有音乐系也有社工系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对神学院来讲，它最重要的是培育
教会未来的传道人，所以神学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他也之后要成为教会教会要带领教会。我们把教会如果看成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要好好爱这个教会，好好爱这个家。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如果人在家里得不到幸福，那你到世界各地也得不到幸福。那一样的想法嘛，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得不到幸福，那你走出去能够祝福这个社区吗？能够祝福这个社会吗？能够祝福这个国家吗？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教会真的很好你知道吗？我们旁边是诊所，对不对？诊所生意很好，常常排队就排到教会。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等亲人患者，他们的烟蒂都丢在我们教会门口然后有人走过去就把那个饮料丢进来，他觉得这个地方暗暗的没有人，就常常我就看到教会门口就有很多那个饮料罐然后垃圾等等那我们常常让这些人这样子你看，教会在这个地方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也必须好好的思考。有人问德蕾莎修女，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就记者问她：“你觉得对世界的和平而言，当务之急最重要是要去做什么事？”她就说了一句话：“记者先生，记者小姐，赶快回去爱你的家人吧。如果我们的教会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代表，那我们也要好好经营这个家，爱这个家。那我相信我们的教会能够祝福社会，祝福国家，也能够祝福这个地方。曾经看过电影《爱在巴黎》，然后有很多电视剧就是爱在哪里，爱在哪里，对不对？那我查了一下，一大串的有爱在山林里，爱在空气中，爱在异乡，爱在什么天摇地动，爱在哪里？好多爱在哪里的电视剧、电影或者是音乐剧。如果说我们要拍一出影片叫做《爱在泸州》，你觉得要请谁来当我们的主角？我觉得如果以泸州这个地方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我们就拍马偕在泸州的传福音好了。我们教会其实最早信主的这个李家班信主的李氏家族，神很祝福，神也很祝福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都很杰出，都非常得神的眷顾，因为神不断的拣选这些人。第1代的信徒是有的不识字的，甚至很多换马街的学生可能有的也不是很好的，当然有的懂一点汉字，那马街就培育这些学生。那在南部也是一样，当然有些比较奇特的啦，像高俊敏牧师他的长辈高长，就是初代读学道班毕业，然后成为在地的传道人。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一直神学院一直不断的培育在地的传道人，让我们的教会一直坚固，一直成长。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只要那个地方是第一间建立的教会，都能够蒙神的祝福，蒙神的赐福。泸州这个地方，泸州三重我看那个地图，我们就是一个沙洲，然后浮起来之后面慢慢的就是一个有人居住开发的地方。那这个沙洲上第一间教会就是泸州长老教会，泸州长老教会。那我们泸州长老教会应该也是可以蒙神的赐福，成为在地的祝福。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后来就成为腓立比书。那保罗对这间教会的情感来自于这间教会不只是顾自己，还能够关心在耶路撒冷当地贫穷饥饿的这些信徒。特别在耶路撒冷的很多的这些信徒可能比较的穷困，但在腓立比这个地方
因为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比较好，所以他们愿意将他们有的奉献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就是因为这样子，保罗非常感谢腓立比教会，然后腓立比教会也常常关心保罗在宣教上面的需要，接济他，关心他。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一方面感谢腓立比教会，一方面也鼓励腓立比教会。所以他就讲到了一个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而能够怎样顾别人的事。我想这个是一个爱的表现。你不是只有顾你自己，你还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我想这个是一个爱最大的表现。为什么？那马偕不就好好活在加拿大就好了？干嘛跑到台湾来？那些玛雅各医生，你就好好在英国当医生就好了。那干嘛还要千里迢迢，还要去学台语？先去厦门学个台湾话。当时候我们这边讲的都讲福建话嘛，闽南话，比较多数人呐。那当然还有一些客家话、潮州话等等这些，还有原住民的语言。他要去学个台湾话来这边一个阿斗啊一个外国人这样子。然后不只是玛雅各医生来，然后后来还有李修牧师，还有甘维里牧师，然后还有巴克里牧师。那巴克里牧师瘦高了。其实巴克里牧师来，他的任务完成之后，他本来很想就回去英国了。为什么？台湾第一个天气炎热，对不对？英国冬天这个时候气温都10度以下，还会下雪。那这边的天气热又潮湿，然后什么很多，蚊虫很多，苍蝇又多，所以人很容易生病。人很容易生病，特别环境如果不好，卫生状况不好，人很容易生病，感染到疾病。那一个外国人干嘛千里迢迢？这些人干嘛？神经病，头壳坏掉吗？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了耶稣基督的爱，而来到这片土地，然后造就了今天我们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们有3间医院，当然希望这些3间医院都能够祝福台湾的百姓。耶稣讲过一句话：爱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什么仆人。这句话应该要送给所有的民意代表，地方的民意代表也是，中央的民意代表也是。你们应该要为人民的福利福祉，对人民有帮助的，以这个方向来做思考。因为你们是众人的仆人，我们是一票一票一票投你出来的。现在是民主的社会啊，民主的社会我们也应该有民主的素养。所以这些民意代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要为众人的利益来着想。这爱能够建造一定的，因为神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上，也不是白白的，他们是有付上所有的代价。所以爱是不计较利益的。所以今天腓立比书2章4节跟我们讲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这个是很鼓励腓立比教会，不只是自己的需要满足了，而是他们能够帮助保罗，能够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信徒。保罗在15章保罗在罗马书15章1节也讲了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信仰里面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求自己我们很多的民间信仰都求求利益求权利，然后求什么都是求自己好就好。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应该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顾别人的事。所以这些宣教师他们义无反顾就来台湾了。我上个月举办了一场告别礼拜在台南市，刚好就在
台南市它的公墓，台南市它那个早期的坟墓墓区听说有3层啊，还有5层或者是6层啊，因为最早是很多早期的坟墓，据说还可以挖到明朝的坟墓墓碑啊，写的明皇几年几年，然后清朝的，然后日据时代的，民国的，到现代都是好几层这样子叠上去哦。那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基督教牧区，然后就发现对面，就是很多宣教师的坟墓，就埋在那里，很多外国人他们就把生命就埋在这块土地上跟马偕宣教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样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方式才是一个爱的主流价值。所以爱是不计较这种利益所以我要来泸州讲道，我就不想那么多，我就答应了。可是我出门的时候，我怎样？我有一点点后悔。为什么现在出门以前年轻出门就一个包包就出门，对不对？那现在要出门就顾东顾西的，然后要带个女儿，我女儿也有来然后就考虑她的需要，然后怎样呢？本来是一个包包，结果变成4个包包的。就发现现在老人出门就这样顾虑太多了那常常也会忘东忘西的。我曾经到了机场什么都带了手机也有带，充电的东西也有带，那常常就是充电线带了，那个插头怎样没带？没带怎么样？就机场买怎么办？我有2个在机场买的那个插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爱是不计较的，所以你先不要以自己的考量。所以我出门有2套剧本，本来我预计是礼拜5就要出门的，就我不知道是怎样弄到昨天晚上7点半才出门，所以我不敢跟我们的干事讲说我礼拜5就要来了，我是怕说真的会临时有意外，我只是知道说，牧师馆可以借住1晚就好了。本来礼拜5来，然后礼拜6就说下雨。我们就去故宫博物院，没有下雨就去阳明山赏花，就这套剧本都没有，就是礼拜天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到老朋友很高兴非常高兴。那我们知道爱就是不要计较自己的利益那兼顾那些不兼顾人的软弱，保罗常常都是这样讲，在罗马书也这样讲，在腓立比书更是这样讲，也要顾着别人。那信心坚固的人，就是要想着这些不坚固人他们的需要。最近我收到家用电话，就前天打来一个姐妹，大概10点多将近10点打来。我说晚上接到这种电话，我都会很害怕，我都很担心万一会有怎么了那万一有什么事了，接到这种电话蛮生疏的，因为他第一句话不是讲平安。可是讲你们是教会吗？这个一定是陌生人果然真的是一个陌生的女性打来，她就说你们教会怎么加入她先说要怎么加入教会，我就愣住说，通常人家都是问礼拜的时间，你是问怎么加入教会？我说那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她说我觉得教会的人很友善，然后很有爱心。然后就是很慈祥，然后教会呢，有没有什么聚会聚餐能够一起这样子？我说你有这个需要吗？他就说他刚从台北搬来台中，因为他儿子调子的关系，他陪着他儿子就来到台中。第一个人生地不熟，他刚刚搬来而已第二个非亲非故的，第三他想要在教会里面找到真心的朋友，因为现在诈骗太多了，他也怕说在台中遇到被骗的人，或者是恶邻居所以他想说他要来教会，他想要成为教会的一员。我说很好，你就是礼拜天早上聚会的时间来教会就对了，然后就会有人介绍你，然后有人接纳你。他说那怎么加入教会呢？那就慢慢你就会融入成为教会的一员，人家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去参加团契。你知道他几岁吗？
你觉得他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结果他说他声音听起来好好听哦，我想说他应该是不到50吧。结果呢，他说他70几了，已经退休了，就陪儿子去到工作的关系。我说很好，你可以加入我们松联团契。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姐妹的称呼，我们有弟兄姐妹的情谊。但我们有靠什么连结呢？就是耶稣的爱。常常在教会举办婚礼、丧礼，你知道，通常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协助帮忙。我看多了，当然也有亲人会来，但通常大多数的亲人是结婚那一天才会来，但是事前的准备呢，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亲人在别的教会举办告别礼拜，我们的教会的圣歌队有时候还要出动，对不对？去唱个卫诗等等之类的。那你看，通常前一阵子因为有2场告别礼拜我来泸州是婚礼先然后最后也是婚礼我在笃行是告别礼拜3个月就2场告别礼拜那你想想看，告别礼拜在加护病房会有已经蒙主恩召了，谁先到？牧师、长子，对不对？有时候亲人还没有到嘞。我那2场礼拜，有人在美国的亲人他们就没回来了，但是他们3个月已经有回来过了，就过年前那些亲人都已经有回来过，已经看过了。那告别礼拜就不回来了因为一个家族回来就10多万也花不起，那已经有跟长者道别了90多岁了也够了那想想看，参加的人都什么？教会的人多，因为他们家族是很少，因为他们那个是一个农民老先生90多岁了，就在台湾也没有什么非亲非故的那就是他们家人这样子5、6个，那教会就来了20多个人，你看，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彼此的连结，是很紧密的。前一阵子过年，很多基督徒都说我过年才看到我的叔叔伯伯阿姨什么姑妈姨妈什么叔公什么的，就过年的时候了。有时候过年还不一定见得到，要等家族里面有婚丧喜庆的时候才见得到。我也好久没见到我的小叔公我的爷爷5个弟兄姐妹就剩下那个小叔公已经90岁了。那他住台中，我知道他住台中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然后就问了一下，就在11月就任之前，我就去拜访他一下，就叙叙旧小叔公身体还蛮健在，还蛮硬朗的。他跟我讲了一些故事原来他参加过823炮战你看823炮战有没有人出生了？可能这些人都还没出生，对不对？他竟然参加过823炮战，而且还留下来，还活着，所以他有农民的身份每当过年过节，国家就会给他这个抚恤什么之类的你看，我每个礼拜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过年过节婚丧喜庆才看到我们的家族的人，所以是应该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更亲于我们家族的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就是今天的金句。所以我们要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也要用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价值观跟人生观的中心。也就是说，耶稣讲过的话，耶稣做的事情，我们想一想，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生活里面也要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跟恩典。2000年有一个运动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 WWJD， 他就是做了一个手环，让年轻人戴在手臂上手腕上然后就提醒自己。我们知道年轻人血气方刚特别我们常看到社会新闻，就是去唱个歌，然后就打架了就拿刀乱砍了甚至看不顺眼就打起来了。
然后还不是2个对打，还是打群架的。所以年轻人这个要是常常想一想说，如果是耶稣，你会怎么做？如果耶稣在你心，你又该怎么做？来提醒我们的信仰。当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想想看，圣经里面的教导，耶稣怎么说，他怎么做。所以就是耶稣的心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当下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说？如果你遇到了你不喜欢的同学好了，或者是同事，那你该怎么做呢？耶稣跟我们讲，当爱你的仇敌。这个仇敌有很大的意义啊，不喜欢的人也是算仇敌啊，或者是讨厌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要为了我们的上司，明天你去到办公室里面，你就为了你的上司，如果你的上司是你不喜欢的人，你就为他祷告。你如果不喜欢的同学，就为他祷告。我的女儿转学到台中去了，回来就讲了一件事情。我不太喜欢我们的风纪股长，我们的风纪股长常常找我的麻烦。我说那你该怎么做呢？你要祝福他啊，他常常找我的麻烦，他每天几乎回来都讲这句话。然后去年11月就任前一天，刚好是他们的运动会，那刚转学过去就参加这个运动会，我就说你讨厌的人在哪里？他就比给我看，人家也是父母生的啊，人家父母也有来参加运动会啊，我就看到他，然后等他们家长走了之后，我就走到他身边说，你是风纪股长要爱你的同学我就这样讲而已啊，我没有跟他讲说怎样，我也不会去找他的家长算账什么的，不需要，我们就提醒他，你要爱你的同学。这学期就不讲了，所以爱能够化解很多的不愉快，爱能够让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更温暖，不是吗？所以当耶稣如果在我们的心，我们该怎么做？我想这是很好的提醒。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们都是为亲人着想，为我们家里面的人着想。那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家庭，那我们不也更为我们自己来着想吗？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就是教会，不只是教会，甚至呢，其实整个教派也是个大家庭。后来我以为我在台中非亲非故的，竟然还有人说你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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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怎样，因为一结婚，我们又有亲属关系。当然林牧师不用讲啊，林牧师他父母亲都住在台中那他就亲人比较多了。我想说我在台中应该非亲非故的，还是会有一些关系在。也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必须要被建造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彼此的相待。我们走出去教会一样，我们也用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爱的根源是什么？就在上帝里面因为上帝创造给予了我们爱，所有的这个神都赐予给我们。那牺牲救赎的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如果你要在古今中外的名人当中挑一个你觉得最有影响的人，你会挑谁？有一个人叫雷诺派斯，他在《时代周刊》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篇文章说，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像耶稣这么强而有力，而且一直影响，从以前影响到现在。这个在偏僻小镇的人，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有人敢这么说吗？只有耶稣敢。
而在约翰福音8章12节就想说我是世上的光。在路加福音有提到20章33节说了，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而且永远常在。耶稣的话也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帮助。所以无可否认的，耶稣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的人，而这个人是不是影响到了你呢？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我们相信神，认识神，你就知道说这个爱从神来，最大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耶稣里同心合意，有4个教导，这个都是腓立比书上讲的。其实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但是这个4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警醒，不结党，不虚荣，不骄傲，不自私。特别是不自私这个今天的经文特别的跟我们提醒了很多。所以2章6节跟我们讲，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他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有一首歌叫做你想知道，你想知道，你想知道，如果你想知道了，想知道这个爱，你们要带敬拜嘛？然后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台上。这首歌讲得很好，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在父母，爱在这个家庭，爱在这个世上，爱更在我们的教会里，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起立。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每个小脸上。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成长生命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每个小脸上。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爱我们，让我们知道爱从你来，因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类，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喜悦跟赐福，也让我们用
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处理事物上都想一想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主，谢谢你，让我们的今天的敬拜蒙神你的喜悦，让我们常常以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现在奉献，请司献的同工出列。我们这时候一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这个时间是介绍新朋友的时间，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吗？今天没有。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内页，看到本会消息这边哈。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事工，奉献主日，院方差派笃行教会牧师陈国成牧师，就是牧师到了赌城教会去牧会，他今天受派回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道，我们真的很高兴可以看到他，我们也很谢谢，就是牧师在这当中传达到台南神学院需要我们关心的状况。我们除了今天的奉献之外，如果未来我们大家在整个台南神学院的这些就是忠心奴仆的一些栽培上面有感动的，我们就继续为他奉献，好让神学院能够继续在我们长老教会的好的根基里面，继续为我们教会栽培更多更好的忠心良牧。我们这时候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国成牧师，谢谢。那也请大家继续为台南神学院的教育事工一起关心带祷哈。那如果有感动的，也可以继续为他们奉献。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德奖学金哈，就是我们的。就是不论是就是亲戚少戚或者是主日学这些同学，如果平常的出席率达到2/3以上，都可以提出信德奖学金的申请。那申请的时间是到3月23号为止。那我们再注意一下这个送件的时间。第三件事情就是很高兴我们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就是。文珍跟玉君夫妇的儿子媳妇，他们恩玲跟婉玲，他们在3月11号喜获男婴，母子均安，愿主赐福。那也祝福这个孩子平安健康成长，得上帝跟众人的喜悦。玉君跟文珍兄今天没来哈，他平常他常常都会来，我们就是下礼主日看到他们的时候，可以跟他们恭喜哈。那另外第4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有关于我们教会跟马偕医院的社区学习中心合作哈，在3月27号有一个
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做一个整合式的评估。那这个整合式的评估是针对于视力、听力，还有就是就是失智的，还有行动力哈，还有药物的评估哈。那其实这是一个5权的一个评估哈。那它除了就是这次的评估之外，那如果评估有异常，也会帮忙做后续的一些管理跟转介的工作，而且会明年度也会继续在追踪。那这对家里的长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那我们松联团契来主办哈。那目前呢就是开放登记。总共只有18个名额哈。如果你们家里有亲戚朋友哈，特别是就是有长辈的，有65岁以上有这样的需要，等一下可以留下来跟我登记哈。那另外就是每周3晚上的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好，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在团契消息的部分呢，就是圣歌队的跟敬拜团的。服事训练是在3月22号跟3月23号办理哈。那如果还有兴趣的这些弟兄姐妹，也一起欢迎来参加哈。那另外松联团契他们有办一日游，目前还剩2个名额哈。好，以上报告。那我们就是在肢体相通的部分。我们就是邀请大家一起举起你们祷告的手，在你们祷告的时候，一起为我们弟兄姐妹这些身体欠安的一起来关心哈。那最近我们就是在松联团契的这些长者哈比较多需要关心的，那这些教会也都做了一些探访，好，那住院的关怀也都进行了。那另外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些需要关怀的，或者是家里需要一些长辈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服事的同工好提出来，那让我们教会的关怀组大家一起来进行关怀，或者是一些邀请。好，那以上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提出来，我们一起关心代祷的。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唱散会诗《愿你平安》。这首诗歌结束，我们就邀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祷，我们一起起立。愿你平安。爱涌流我心，奇妙的爱涌流我心，是主耶稣亲口问安，他说愿你平安。奇妙的爱涌流我心，奇妙的爱涌流我心，是主耶稣亲口问安，他说愿你平安。我真心祝福你，愿你平安。耶稣已经复活，愿你平安。让我真心祝福你，愿你平安。耶稣已经复活，愿你平安。愿主的平安常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互相请安，避讳。